台中市议员亚康讲，有非法的集团，像偷偷咧卖狗仔肉、猫仔肉，甚至有保育类较好的肉。台中市动防处甲保七纵队是当咧追查当中，只要确认到有咧抬或者是咧卖肉的行为，就依照违反动保法甲野保法来甲因当处罚。塑胶袋啊，拍开一个看，竟然是完整的石虎遗体，颔管有明显的血迹，共疑似枪击的伤痕。有洞，枪打的，对，是枪打的，枪打的。另外，这块肉透过扫描显示抗病的宠物晶片，疑似就是狗仔肉，嘛去互不法集团摕去卖来趁钱。有台中市议员去年底接到不法集团前员工的亚康，讲因伫咧网络卖狗仔甲猫仔的肉，甚至一级保育的石虎也通买到。保安第7总队也正式接到通报。我们确实有收到新竹县政府的来函，请我们协助侦办，但是因为这个部分它究竟是不是石虎，后续还要送鉴定，还需要厘清。繁殖场，合法的繁殖场会不会把他家里的小狗等于交给这些在贩卖小狗的这些集团？搞不好我赏你啊，我也可以减轻负担啊。江和秋表示，要卖双方伫咧面册以维他命顶代号叫货，佫会当指定部位，伊嘛派人实际交易。甲规过程拢录起来。伊讲肉品的来源哪像是用枪拍蜡掠来的，另外嘛可能是拖正常倒台的狗仔，或者是接药了后放生的狗仔甲猫仔。宰杀犬只的话，可能就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到200万的罚金。但是买卖使用那个犬猫的屠体的话，可能罚5万到25万的一个罚款。台中市动物保护防疫处表示，影片内底确实有石虎的遗体，目前已经将议员买的肉摕去化验，会和保安第7总队追查。若确定甲动物抬是摕去卖，就会以动保法抑佫有野保法来予伊处罚。若准有民众的宠物受害，主人也会当要求赔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